852Fin 觀眾大家好，呢度係專門講香港金融事嘅頻道。今集我哋講係幣圈賺到1000萬之後，你可以喺香港用咩方法出金呢？如果你喺幣圈賺到1000萬，恭喜你！但係真正嘅難題係點樣安全將呢筆錢落袋為安？見過太多人因為出金失誤，搞到滿盤皆落索，嚴重仲會惹上官非。今日咧就分享5種係香港出金方法優缺點： 1. 香港 OTC 出金； 2. 香港銀行卡出金； 3. C2C 出金網上轉賬； 4. 線下相約買家地點出金； 5. 香港信託公司出金。OTC 出金，記住呢個3部曲。第一 ，WhatsApp 或者打電話去問價，問清楚匯率同埋手續費。第二，約實時間，俾店員有充足時間可以預備現金。第三，最重要，一定要確認收到錢先好放幣。點解咁多人用 OTC 啊？因為大額交易都得，一單過幾百萬都接啊。佢用現金交易夠方便，唔使驚銀行問長問短，速度超快，通常30分鐘內搞掂。不過都要小心啦，手續費大約會收1%至到3%收費，視乎幣種。唔好胡亂相信網上廣告聲稱有俾市價優惠匯率。如果店家叫你轉咗幣先，千祈唔好理佢，一定要到店見到有錢先好開始交易。記住呢幾個 tips， 第一次交易最好試小額5萬蚊左右，試下水溫先。一定要揀有實體店嘅 OTC， 尖沙咀都有幾間老字號，市面上 OTC 店都需要身份證副本作記錄備存啊。如果你擔心私隱問題，可能就要考慮其他出金方法啦。香港本地銀行出金，適合想穩穩陣陣出金嘅你，尤其係怕 OTC 風險嘅新手，需要大額合法出金嘅投資者，想直接出港元每美元去銀行戶口嘅人。推薦交易所：香港3大持牌平台：1 OSL 交易所，老牌合規，大額首選；2 Hashkey Exchange， 手續費較低；3富途證券，炒股客最愛，出入金快。跟住呢幾步就搞掂，實名認證同系統指示做，入幣賣出，將 USDT、BTC 轉入平台，按市價賣成港元。提款到銀行通常1到2個工作天就到賬。點解要揀持牌交易所？係因為100%合法，唔使驚警察揾上門。銀行友好，匯豐、中銀都唔會 block 你，速度穩定，唔會無故凍結你啲錢。咁但係都有啲麻煩位，KYC 超嚴格，要交稅單、每收入證明，手續費貴，食你1.5%到3%利潤。限額嘅問題，每日最多出100到500萬港元，到賬慢過500萬要等銀行審批幾日。C2C 出金，跟住呢4部曲： 1. 上幣安揾個信譽好嘅賣家； 2. 睇賣家可接受方式，銀行轉賬、FPS 都得； 3. 確認收到錢先好放幣； 4. 完成記得俾個好評，但係都要提防假個數圖，有人會 PS 入數記錄呃你放幣，銀行封控突然凍結你戶口問長問短，黑錢風險收咗來歷不明，資金好大鑊。線下 P2P 約陌生人交易風險極大。深圳老闆派下屬帶100萬現金到紅磡工廈買 USDT， 5劫匪扮賣家持刀搶走，警方追查中仍然冇進展。線下交易連對方身份都未知，好易有意外發生，所以呢個方法唔建議大家嘗試。存入信託保財富，避免資產人走錢冇。賺到錢，萬一突發意外，錢放交易所，懶錢包，家人唔知就冇晒。信託資產受法律保護，就算破產都唔會用嚟還債，保護程度視信託條款而定。香港信託3大優勢：資產整合靈活，可同時持有數字資產、房產等多類資產，通過在岸離岸雙重設施實現全球資產配置。打破傳統限制，獨家資產相連信用卡以信託資產作擔保，受益人隨時通過金融科技平台24小時7日任何時間管理賬戶，幾分鐘可以喺平台申請附屬卡，自動還款冇利息，更可設置每日消費限額，比普通信用卡安全靈活。法律風險隔離，信託資產由受託人持有，同委託人個人財產獨立，有效隔離破產、債務等風險。想了解更多信託配置細節，可聯絡852Fin諮詢。千祈唔好俾出金毀咗幾年心血。賺錢要穩陣，出金更要穩陣。想知更多安全策略，記住關注我，一齊喺牛市行得更遠。下集見。